为迎接中秋佳节，花生基金会现在登发起的2025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计划，花生基金会台南 A 区特别伫下营区贺建社区发展协会举办中秋点亮高脑升灯活动，邀请艺术辅疗师柯千义带领长辈动手制作玫瑰星灯，而这做出的每一片花蕊，就象征是华山美术的教贴服务，每一位义工的陪伴，以及所有善事暖心赞助，温暖了华山长辈心房。中秋点亮孤老星灯活动，邀请我们所服务的长辈一同参与，手作玫瑰星灯点亮生命之光，提前共度中秋佳节。那今天的活动象征着陪伴长者将生命碎片一片一片凑齐，渲染色彩，剪贴成玫瑰花瓣。每一片花瓣象征着华山美月的道宅方式，每一次的连接关怀，每位义工的陪伴，以及每一份善事的爱心援助，让长辈原本孤寂的生命逐渐绽放色彩。华山基金会秉持着在地脑化、社区互助等理念，免费提供适龄、适地、适医长辈教贴方式、陪同就医、年纪关怀等服务。基金会伫大台南地区服务将近2600位长辈。目前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，需要各界参与支持，这会用行动关怀生活周遭的弱势长辈。华山基金会祝阿公阿嬷中秋节快乐！耶！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。